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浇灌着地。
大掌控，大大充满，恩高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科目更多，看见你的容颜。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不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好，那我们来走那个回应诗。
弟兄姐妹平安，好不好？我现在邀请大家，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赐下。你是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吃下。新的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赐下。你是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赐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哈利路亚！让我们用掌声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中信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耶稣，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大大张口，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高如云，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科目更多，看见你的容美，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高如云，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科目更多，看见你的容面，大大
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春云破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当我在翅膀荫下，遮盖我，在你大能手中，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你的
尽，知你是神。亲爱的主，你是做新事的神，我们要向你唱新歌，我们欢迎你降临，我们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渴望看见你荣耀彰显。你是创造万物的主，你的能力充满在宇宙万物中，你在哪里，那里就有荣耀，那你就得着自由。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有福分与你一同享受这一切的美善。我们也感谢你时时的保守我们，看顾我们，你用十字架上的爱洗净我们的罪，带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领受从你那而来的属天的恩典。我们也因着这份的恩典，我们才能有勇气，有盼望，奔跑我们人生的道路。即使有时我们会软弱，会忧伤，但我们恳求你带领我们，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们心中，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坚固我们的信心。不管眼前遇到什么样的境况，只要我们全然的交托摆上，你必然保护我们刚强壮胆。就如圣经中你对约书亚所说的，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感谢你，亲爱的主，我们也感谢你，使我们教会伫立在士林地区，一转眼已经126年。现在我们有能力新建教育馆，作为社区的帮助，在社区中传扬你的福音。教育馆的工程已经进入了内装的部分及庭院的改建，恳求主在每一项的作业当中，你看顾每一个细节，都能照着你的计划来进行，保守每一位工人出入都能够平安，也盼望他们能因着参与这项的工程，让他们经历到你奇妙的大能。我们也将今天的礼拜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高抹牧师的口，开启我们众人属灵的耳朵，使听的讲的同得益处。这时我们也用主教导我们主祷文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今天有一位新来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那这位弟兄姐妹是马来西亚来的，然后他是郑宝强牧师，请你起立，让我们欢迎你。他现在在台神读书，那会后大家能够跟他有多一点的交易。那不知道还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吗？好，没有。那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圣工。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事工。关渡教会郭明志牧师今日前来本会证道，并为关渡教会建堂募款。本会许牧师前往新店教会证道。下周主日举行国内外短宣差遣礼。7月丰盛人生可以到招待桌或办公室购买。2019与京剧有约将进入立位季，邀请兄姐踊跃参与。请为国内外服务福音队代祷及奉献。以下是下半年度圣礼点日期，如欲受洗，请向办公室报名登记洗礼学道班。6月27日晚上7点，士林国中管弦乐团在礼拜堂举行音乐会，欢迎兄姐参加。7月26到27日，袋鼠爸妈小组在淡水举办妈妈必进之旅，欢迎家中有国中以下孩童的妈妈报名参加。8月2号到4号，本会伙伴教会茂林教会举办茂林文化体验营，欢迎弟兄姐妹于6月30前报名参加，详情请洽办公室或青少契同工。教育馆的景观工程及内部设备装潢的认线项目置于招待桌，欢迎兄姐认线。以下是教育馆新建工程进度，请代祷及奉献。杨晴妹长老的父亲杨三星弟兄于6月8号上午安息主怀，6月27日上午10点半在第二殡仪馆举行告别礼拜。若要前往参加告别礼拜的兄姐，请于招待桌登记。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愿上帝安慰与医治。我们来攻读今天的圣经。今天的圣经记载在士师记7章1到8节及19节到25节。士师记7章1到8节，19到25节，在圣经旧约的340页。第7章第1节，耶路巴力就是基甸。和所有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北边，靠近摩利冈的平原。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太多，我不能把米甸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向我自夸，说是我自己手救了我。现在你要向这百姓宣告说：凡惧怕战争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万人。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太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着谁对你说，这人可以跟你去，他就可以跟你去；我指着谁对你说，这人不可跟你去，他就不可跟你去。基甸就带百姓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一样舔的，要使他单独站在一处；那些用双膝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独站在一处。用手捧到嘴边舔水的数目有300人，其余的百姓都用双膝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把米甸交在你手中。其余的百姓都可以各回自己的地方去。百姓手里拿着食物和角，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帐篷，只留下这300人。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上。第19节，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半夜之初
换岗哨的时候，来到营旁，他们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3队的人都吹角，打破瓶子。他们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吹的角，喊叫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围着军营，个人站在自己的地方，全营的人都逃窜，一面喊一面逃跑。300人就吹着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自相击杀，全营的人逃往西利拉的伯哈士他，一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何拉。从拉弗他利、亚瑟和马拿西全地来的以色列人被招来，追赶米甸人。基甸也派人走遍以法莲山区，说：你们下来迎击米甸人，在他们的面前沿着约旦河把守渡口，直到伯巴拉。于是以法莲众人聚集，沿着约旦河把守渡口，直到伯巴拉。他们捉住了米甸的2个领袖厄利和西伊伯。他们在厄利磐石上击杀厄利，在西伊伯酒池那里击杀西伊伯。他们追赶米甸人，把厄利和西伊伯的首级带到约旦河对岸，到基甸那里。以上。那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金句。今天的金句记载在诗篇127篇第1节，在周报的第1页。诗篇127篇第1节，我念一遍，大家跟着念2遍。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枉然警醒。诗篇127篇第1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枉然警醒。诗篇127篇第1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正道，今天牧师正道的题目是谁在成就？请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首先感谢上帝特别的安排跟带领，让我今天主日可以来到士林教会，和我的圣歌队一同来主持礼拜。感谢许牧师还有长职对我们教会的这个特别的接纳让我们可以在这边为着购置牧师馆这样的一件事工来做募款的这个动作。我知道士林教会目前也是为着新建教育馆，在财务上负担也是非常的大。就你们的数目跟我们的数目比起来，我们真的是小巫见大巫啊！我知道现在已经1亿多了我们教会购置牧师馆也才1000多万而已所以在这边也是特别感谢上帝为我们安排这样的机会我们知道贵会这么有爱心来接纳我们，是因着秉持着万事互相效力然后这个圣徒缺乏的要帮补这样的信仰教导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同性的大家庭当中，我们一起享受爱里的交通。这真的是让我们教会感到非常的欣慰愿上帝也纪念我们教会在弱小肢体上的慷慨记得去年也大概是6月这个时间我们教会的圣歌队是前往高雄的鼓山教会，我们也在那边进行募款的动作这一间教会是我神学院毕业之后去的第一间教会，
我在那边有7年的时间。当时我跟鼓山教会弟兄姐妹所有的兄姐这样子分享说，我回来这个鼓山教会是有一种回娘家的感觉，回娘家的感觉。在礼拜当中，我看到的每位弟兄姐妹，他们的面孔都非常的熟悉。毕竟在那里7年的时间，也真的是跟弟兄姐妹建立很好的感情。特别是在我整个牧会的养成，是在鼓山教会来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会讲说，我有回娘家的感觉。因此，我非常厚脸皮的来告诉他，告诉我们弟兄姐妹说，我是那个女儿贼呀，那台语的叫做查某囝贼。回娘家的目的是为了要回来偷一些东西回去啊。那这样子的女儿嫁出去的感觉，就是回到娘家，就是能够从娘家拿一些东西哦。那其实也在这当中看到弟兄姐妹对我们教会的慷慨哦，真的是为我们奉献非常多的这个数目只是今天我回到士林教会，回到士林教会，我不能说我回娘家我会称这个地方是我的父家，是我的父家。为什么说这里是我的父家呢？因为这里是我信仰养成的基地，是伴随我长大的故乡，更是激发我献身成为传道人的前哨站。这里给我的感觉，就像马偕牧师他所写的那首诗《最后的住家》当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全心所疼惜的台湾，我全心所疼惜的士林，我一生的欢喜都在这个地方。我的心，不能够割舍的台湾，不能够割舍的士林，我一生的快乐都在这个地方。确实，从小我在这地方长大，后来是因为去读神学院离开这个地方，但是我的心其实还是一直挂念着这个地方。包括这个讲台我非常熟悉，是因为我小时候常常跑上来这里，然后就被长老骂，所以这个环境我非常的熟悉。虽然说教会有经过几次的改建，但是那个感情是没办法割舍的。所以今天我并不是想要从父家要分多少财产出去我不是回来分财产的我只是回来这个地方感受到这里就是我的家，这里就是我的家，所以我要全心疼惜，我无法割舍，是为了要从弟兄姐妹对我还有我们教会所关心付出的爱，再一次的去经历到这个大家庭真的是充满了上帝所赐予的恩典。所以期待今天透过分享，透过证道，也再一次的跟士林教会弟兄姐妹有很好的连结。我发觉在场的弟兄姐妹有90%我都不认识，可见得这个教会是在成长的。有很多新的人进到教会里面，这个教会是上帝要复兴的教会。那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享受到你供应的丰盛。主，虽然我们2间教会都在这个财务上有一些需要，但是我们知道你所供应的一切都是超乎我们想象的。主，求你也帮助我们，借着彼此的连结，我们可以看见在肢体里面，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我们都要享受这个丰盛所带来的喜乐。主，也求你的圣灵这时候与我们同工，让我们晓得你话语所启示出来的真理。谢谢你，
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用士师记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是谁在成就？是谁在成就？以色列士师的时代呢，是接续在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之后。从士师记一开始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自从约书亚死之后，以色列人就是好像没有个领导者来带领他们，所以他们求问上帝说：哪个支派要出来成为领袖，带领以色列人来跟迦南地的人来征战？我们会看见这个新的时代，这个新世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开始行了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们去侍奉诸巴力，因为他们不知道上帝为以色列人所成就的是哪一些事情。所以上帝就将他们交在四围仇敌的手中，让他们没有办法在仇敌的面前站立得住。若是要说以色列人他们是一群容易健忘或者是说忘恩负义的民族，其实也不为过。自从他们出埃及之后，他们在西乃旷野常常在怨天尤人，抱怨上帝，也抱怨摩西。这样的声音不曾停止过。这也是以色列人为什么最后必须在这个旷野流浪40年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的抱怨。一直到上一个世代，这些不顺服的人全部死在旷野之后，下一个世代的人才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进入到迦南地，也就是上帝所应许的之地。很可惜的是，当约书亚和那些一同跟他经历上帝行大事的长老也相继过世之后，以色列竟然开始去敬拜迦南地的偶像，以至于上帝用各样的灾难来击打他们，使他们非常的困苦。或许我们会认为，以色列人怎么会那么不受教呢？有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作为借鉴，让他们可以看到是上帝在他们当中作王掌权，为什么他们还要一直走回头路呢？看起来以色列人不仅是有健忘的习惯，他们也没有做好信仰传承的工作。他们不只是健忘，他们也没办法去做好信仰传承的工作。在申命记当中，上帝有特别嘱咐以色列人，他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我们知道智慧的君王所罗门王，他也曾经训勉他的儿子，他提到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信仰的传承和养育的工作，就是必须要从家庭开始做起。家庭是我们养育我们自己儿女信仰的基础，我们千万不要将这个责任丢给教会。我们一个礼拜有多少时间是在教会？一个礼拜有多少时间是在自己的家庭里面？我想我们都算得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信仰的传承若不能够从家庭做起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失去我们儿女的信仰。因此，上帝他照着自己所说的，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于是，上帝就兴起许多迦南地的民族，跟以色列人为敌，直到他们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上帝才再次的兴起一位士师来解救他们，使他们可以过一段短时间的太平日子。但我们看到整个士师时代，以色列人好像是一直在周而复始，做一个循环动作。
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背叛，然后受苦，接着呼求上帝，上帝解救他们，过着一段太平的日子。在这样一个循环里面，是我们在4世纪看到的脚本，这真的是让我们很难理解的事情。在今天经文当中所读到的基甸，基甸它是士师时代的第5个士师。当时以色列人又行了上帝看为恶的事情，上帝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我们看到创世纪25章第1节的记载，知道米甸人其实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他是亚伯拉罕从基土拉所生的第4个儿子的后代，他们是一群游牧民族。很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从4世纪第6章开始，就是有关于基甸的拣选，他被上帝拣选。在基甸被上帝拣选的过程当中，基甸其实是没有把握的，他不晓得自己能不能够成为上帝所要差遣的人，所以他一直跟上帝要证据。甚至在第6章的地方，上帝他叫这个基甸说：“你是大能的勇士。”可是基甸的回应是说：“我们家族是最小的，我们是最贫穷的家族，怎么可能起来担任一个士师来带领以色列人呢？”所以我们看到基甸不断的在跟上帝求一个印证，就是上帝确实有拣选他成为一个士师。此外，我们也看到基甸也是一个胆小的人。当上帝吩咐他去拆毁父亲为巴力所建筑的这个祭坛，然后砍下他旁边的木偶，做成祭坛来为上帝献祭的时候，基甸既然是吩咐10个人去做这件事情，上帝是叫基甸去做，可是基甸吩咐10个人去做。那为了避人这个耳目呢，基甸又不是在白天做，他是在晚上做。可见我们看到基甸他是非常胆小的。而当众人知道说是基甸将这个巴力的祭坛给拆毁，又将旁边的这个偶像给砍掉之后，他们跑去找大卫的跑去找那个基甸的父亲兴师问罪可基甸父亲却帮他圆场，说叫那个巴力自己起来说话如果他是冤枉的话，叫巴力他起来说话。事情就这样子平安的落幕了。由此可知，我们知道基甸绝对不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所以当上帝在呼叫他说你是大能的勇士的时候，基甸一点都不认为。虽然如此，上帝他仍然愿意使用基甸，目的呢，就是要让基甸和以色列人知道，上帝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每一场战役当中，他是王，是他亲自在为以色列征战。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精良的武器，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卓越高超的战术。我们看到，自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以色列的每一场战役都不是他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去打胜的。光是从埃及离开来到这个红海的时候，上帝他用红海将埃及的兵丁给消灭，然后他们在跟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是靠着摩西的祷告，让以色列人打胜战。最后他们在约书亚带领之下要进入迦南地，他们要攻打耶利哥城，他们也没有耗费一兵一卒，就将耶利哥城给打垮了。所以我们看到是上帝在他们当中来征战，并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有多么精良的武器和高超的战术。今天经文当中，这场以色列跟米甸人的战役，上帝要再次的指出这个重要的教训，因此他对基甸如此的吩咐说：跟随你的人太多了，跟随你太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
救了我们。于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军队就从原本32000人锐减到只剩300人。我们可以想象32000人是多少人吗？很庞大的一个数目，可是最后剩300个人，大概是我们每个礼拜做礼拜的人数吧。2堂礼拜加起来是300个，这么多的人锐减为300人，我们真的很难想象300个人怎么样去跟一群很像蝗虫一般的军队。在圣经当中有提到说，他们的数量跟蝗虫一样，跟海边的沙一样多。300个人怎么样子去攻打这些军队呢？这肯定不是人的手所能够做成的，因为上帝已经应许了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们的手中。”就像先知撒迦利亚所说的，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而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句当中，也特别提到：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弟兄姐妹，我们从基甸带领以色列人跟米甸人征战的故事，再次清楚地看见了是谁在成就，就是那一位万军耶和华，只有他才能够成就不可能的战事。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的每一场战役，我相信也都是上帝在为我们征战。只要我们全心信靠他，以他为我们的元帅，无论仇敌的数目有多么庞大，任务有多么艰难，上帝都让我们看见那难以置信的神迹发生。就像我们今天敬拜赞美所唱的第一首诗歌所说的，他是一位行神迹奇事的神。或许我们有发现，以寡击众、精兵勇将，向来就是上帝军队的战略，免得那些参与在战役当中的勇士骄傲自大。上帝都用很少的数量去击打很大的数量。当我回顾我来到关渡教会牧会这将近6年的时间，教会弟兄姐妹一直在经历上帝为我们成就大事的这样的神迹奇事。6年前教会的同工因为看见这个礼拜堂我们的硬体空间已经明显不足了，原本我们的牧师馆是在礼拜堂的2楼，后来因为看到空间使用不足，所以决定要购置牧师馆。所以经过和会同意之后，我们就购置了牧师馆。它需要1189万。在扣除掉教会我们原本建堂基金之后，我们跟银行贷款600万。或许对一些教会来讲，600万是小数目啊。但是对于我们平均聚会人数只有大概60个人的教会来讲，其实是数量很大。我们是计划用7年的时间要将贷款来还清，但实际上我们的做法是每年还60万，所以这样子要几年还清？10年才能够还清。我们上半年还30万，下半年还30万，我们用1年还60万的方式，将600万要还清。就这样子，我们鼓励弟兄姐妹用认捐的方式，每半年为这个牧师馆贷款奉献2000块。另外呢，我们也提供小猪铺满，让弟兄姐妹可以来做小额的储蓄。今天我有带3只来，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愿意为我们来存这个小猪的话呢，待会礼拜结束可以找我来拿。虽然我们看见这奉献的款项并不多，却代表着我们全体弟兄姐妹愿意共体时间这样的信心操练。话虽如此，每年只要到了6月跟12月，就是我们必须要还款的时间了。每年6月跟12月，我们就是要还30万。每次到这个6月跟12月的小会，
在开会的时候，我们的财务长老就会跟我说：“牧师，我们现在还欠多少钱？是不是能够鼓励弟兄姐妹为着这个牧师馆的贷款，再多多的奉献？”事实上，每半年的这一些为了要凑足30万去还银行的戏码，到现在仍然还在上演。也就是说，到今年为止的6月，我们开小会的时候，我们的财务长老也在提醒这件事情。但有趣的是，每次在我们要还款期限要到之前呢，上帝总是给我们很大的惊喜，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不只能够有足够的金钱还30万，我们还有多出来的，我们还可以还超过30万。所以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供应绝对是足够的。为了让教会弟兄姐妹在牧师馆贷款这个事情上面不会有太大的负担，3年前圣歌队就开始计划前往熟识的教会也就是有关系的教会目前来到士林前2年，第1年去中立，第2年去鼓山。中立是因为牧师娘的叔叔在那边牧会陈克安牧师，所以那是有关系的。那去年去鼓山也是因为有关系，今年来到士林还是有关系。我们没有特别跑去各个教会去募款，我们都是找有关系的，就没有关系。感谢上帝，让士林教会愿意接纳我们同是基督的肢体，在我们软弱上提供帮助，以实践主耶稣所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教导。我相信我们必定是在这样的恩典当中，尽快的能够结束我们牧师馆贷款的事工，为下一个阶段的事工来做准备。其实因为我们牧师馆贷款的问题，导致连我们经常费也发生问题，所以很多事工我们想做，但是都不敢去做，因为怕经费不够。坦白说，扩建或是改建礼拜堂的事工，对牧者或者是教会来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在座我看到池牧师之前为受封教会在募款的时候，我相信你也是非常的辛苦池牧师也有来关渡教会募款，这真的是非常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或许这也是长老教会的一种魔咒或是传统就是在扩建跟改建之前呢，我们面对的是会友的流失因为大家看到教会缺那么多钱，所以觉得说好了，我不玩了，我去别的地方玩。而在扩建改建之后呢，我们面对的是牧者的流失牧者的异动。很多牧师在建堂之后，他们选择就是离开这是蛮现实的问题我不晓得为什么长老教会会有这种问题。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这样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愿意继续留下来的人，我们继续齐心努力，我相信再大的难题，上帝都会为我们化解，因为这是上帝的战役。这一场战役是上帝的战役，就好像今天经文当中的300壮士，他们愿意跟随上帝所拣选的士师基甸，他们共同为上帝来征战。当他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就用超自然的能力来击败所有以色列的仇敌。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在掌权，上帝在成就。弟兄姐妹，既然教会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设立的，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要成为他恩典的见证和记号。为此，他一定不会让我们在遭遇极大困境的时候孤军奋战，必然要兴起大能的勇士为我们征战到底。我们关渡教会并没有孤军奋战，因为士林教会是我们最大的支持。虽然上帝是我们的元帅，是成就万事的主宰者，但他更期待看见的是，所有属他的子民
也能够彼此连结、互相扶持，而不是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弟兄姐妹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就如同保罗所说的，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最重要的是，无论我们在面对任何的困境，绝对不要有太多的忧愁，而是要能够用祷告来寻找出路。就如保罗他所劝勉的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是用祷告在战胜这场战役。当然也希望圣经教会弟兄姐妹继续为我们祷告，那我们能够在这个事工上面可以更有信心的来完成。当然我们也会为士林教会新建教育馆来祷告，期待我们在这样子同心协力的过程当中，我们共同再一次的建造上帝的国度。那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谢谢你，因为你所赐的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虽然我们有时在经历患难困苦的过程里面，我们好像看不见上帝，但我们知道你的恩典，你的双手仍然扶持着我们，使我们能够继续踏上这个前面的旅程，好让我们因着信心勇敢向前行。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今天圣经里面的主角基甸。他虽然看起来是这么软弱，但是却愿意倚靠上帝，以至于上帝为他所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信心操练、信心旅途的过程里面，我们更深刻的去经历你的同在、你的扶持以及你的帮助。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我们爱戴的王来回应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耶稣。
至高的名，耶稣基督，荣美君王，带着世上权柄，将来我们要与他作王，高唱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是圣洁唯一，荣光显明，我们爱戴的王。高举至高的名，耶稣基督，荣美君王，带着世上权柄，将来我们要与他作王，高唱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是圣洁唯一，荣光显明，我们爱戴的王。高举至高的名，耶稣基督，荣美君王，带着世上权柄，将来我们要与他作王，高唱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是圣洁唯一，荣光显明，我们爱戴的王。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来奉献。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我这世界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弟兄姐妹请起立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我已决定。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帮助，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世界的末了。阿门。弟兄姐妹，请坐。今日的聚会到此结束，默祷散会。重新来过，世界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激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放弃，想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庆幸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咱搁一摆伫礼拜二伫透早咱搁组织。即马虽然外口落雨乌暗暗吼，毋过咱相信咱入来敬拜的心，咱的心会火热，会很跳跃吼。咱即马用诗歌来准备咱的心吼。咱即马掀开圣诗第9首。新圣诗哈第9首，在座位的前面哈。第9首万有三甲自集欢喜。咱即摆甲歌词哈，这条歌有4节，咱甲歌词来念一解吼。那副歌的所在，咱第1节读就好啊，吼，2、3、4，咱毋免念副歌吼。来开始，万有三甲自集欢喜。欧罗上帝齐声吟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仁爱无穷无尽，创造天地海甲万民。欧罗天父荣光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第2节，日头出现大光满天，日落月出来照暗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顶星神拢总欢喜。因的数也袂当算起。第3节，溪水清清直直流来，英韵响亮那落雨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树木产黄一尽青翠，收成侪侪好物归堆。第4节，咱踮世间虽有烦恼，实在免惊有主通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家相听，同心同情，服侍上帝，永远无停。好，咱对头1节开始。万有三甲自集欢喜，欧罗上帝齐声吟诗。第2首吼，圣诗552首，圣诗552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
大家大家勇敢同齐脚步。即条拢总有4节吼，咱4节拢即条咱较熟吼，咱就直接来唱吼。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虽然经过风雨路，咱的头前路途有人有主地保护，一个传路灿烂光明，摇头看伊来亲近，我可想。咱来献开信息403首，主差遣我。403首，主差遣我。这之前咱拢有练过吼，咱头前嘛共款吼，前面4个字吼由我来唱吼，啊，咱接着后面就是主差遣我。我们唱从第2行开始吼。主差遣我，主差遣我，主差遣我，耶稣求你差遣，主因带我，主因带我，主因带我，主的求你因带，主充满我，主满我，主充满我，星星求你。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放出生命，拿出去。这里请阿妹，阿妹。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这时就要来开始金彩旗的敬拜。
请奏乐。愿耶和华伫患难的日听你，愿雅各的上帝的名安置你伫悬的所在，对圣所帮助你，对錫安扶持你，纪念你一切所献的，接纳你的修正。请咱即时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9首，吟全首，请咱起立来吟。上帝的爱。
请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大主宰，阮的爸，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无弃嫌阮是土所做的器躯，无弃嫌阮是软者，阁有罪的人。你收留阮，你救赎阮，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儿女，阮献上感谢。主，你是有怜悯、有恩典、阁有丰盛之爱的主，你无快快受气，你也无记得阮人的歹，你也是伫旷野开大路、伫沙漠中做工课的主，你奇妙的作为充满伫这个宇宙，甲伫阮所徛起的地面，阮都爱常常开声来学乐你、称颂你的名。恩典的主，你知阮的软弱，阮常常好的事阮无去做，遐歹的事阮反转去行。求你赦免阮过去所犯的过失，求你甲阮创造清气的心，互阮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遵传你的旨意，甲主你相同行。恩典的主，阮即时要为着阮教会中身体欠安、肉体有病痛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主你伸你医治的手来医治因。虽然阮伫遮无一一提名为因来祈祷，总是主你拢知因的名。求你一个一个来医治因，互因会当紧紧得到完全治疗，恢复健康。恩典的主，阮即时也要为着阮教会中失去亲人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你安慰的灵来陪伴伊，互因会当倚靠主来得到真实的平安甲安慰。恩典的主，阮即时也要为着阮教会教育馆的兴建来祈祷。阮教育馆的工程已经来到收煞的阶段，伫此后2-3个月的中间，阮要恳求你继续来保守带领。伫这个过程，你或者的施工的工人用心来施工，也保守因的工作中安全甲平安。也恳求主，你甲阮每一位建筑委员以及听主的兄弟姊妹，互阮同齐脚步，往最后的一里路来迈进。恩典的主，阮今早起，搁再一摆来到你的恩典宝座前，阮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虽然外面有落雨，总是阮犹原克服你，亲像鹿克服溪水一样。恳求主你差派圣神伫阮的中间，特别甲阮所敬听的贵牧师3个弟弟。今早起，你要透过伊的嘴对阮亲身来讲话。阮要将今早起的敬拜恭敬交代伫你的手，求你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以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活命的美娘。愿阮今日的敬拜，真侪芳芳的祭，受你的甘纳。这时，阮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3甲来祈祷。阮伫天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的歹，因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咱来读《使徒信经》，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
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我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咱这时要来读经文。经文第14就是诗篇46篇，伫咱圣诗后面1022面、1023面。我来刻，请咱大家来用。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快乐。虽然地大变动，海水也应互好。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的城欢喜。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列邦发好，列国动摇。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来看上主的所做。伊压自经站长枪，放火烧战车，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刷接。咱要来领受上帝的话，《士师记》第7章第1节到第8节，第19节到25节。伫咱台语汉字版的圣经是伫旧约部分267面，回收本的圣经是伫340面，白话字的圣经是伫280面。请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士师记》第7章第1节。亚罗巴勒就是基甸，伊甲一切对伊的人早起来，伫哈律水泉边扎营。米甸营伫因北西的山谷，我近摩利山。耶和华对基甸讲：我用基甸交伫百姓的手，毋过对你的人伤济。今日以色列人对着我来家己夸口，讲是我家己的手救我。但你着宣布予百姓听，既然惊吓阮内的人，通离开基列山倒去。对安尼，百姓中有22000人倒去，也有剩1万。耶和华对基甸讲：人还阁伤济，你着带因落去到水边，我要伫遐。甲你试因，既然我指什么人对你讲，这人通甲你去，迄人就通甲你去；我指什么人甲你讲，这人毋通甲你去，迄人就毋通去。基甸就带百姓落去到水边，耶和华对基甸讲：既然用水纳水，亲像到顶啊，迄人就互伊另外徛地；既然跪落去啉水的，也着互伊另外徛地。用手挖喙来纳水的有300人，其余遐个百姓拢跪落去啉水。耶和华甲基甸讲：我要用这个纳水的300人救恁，将米甸人交伫你的手，众百姓拢通到倒去伊的所在。8日手内就带干牛甲因的扫甲。基甸找以色列众人，逐人倒去因的布边，只有留这300人。米甸的营扎伫因下面的山谷。第19节，基甸甲缀伊的100人，伫3更头来到营边，迄时守更的单换班，因就分扫甲，讲破手内红。3队的人
就拢分扫角，讲破项，倒手举火把，正手举扫角来分。话讲，耶和华甲基甸咧倒，因伫营的四围，逐个徛家己的位，全营的人拢走，发现互因都走。分300支扫角的时，耶和华互全营的人逐个用刀3台。军队行到西利拉的哈伯士他，搁到阿伯米阿拉的界郡瓦他巴。以色列人就对拿弗他利、阿瑟甲马拉西组织来对赶米甸。基甸找人骗行以法莲的山地，讲恁落来攻击米甸，趁因未到八首。迄个渡头直到毕巴拉，就是约旦。对安尼，以法莲的众人组织八首遐个渡头，直到毕巴拉，就是约旦。也掠米甸2个首领五立甲西伊伯，太死五立伫五立的石盘，太死西伊伯伫西伊伯的酒窟遐，佮对赶米甸人带五立甲西伊伯的头壳。到约旦迄边基甸遐，以上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位读伊的人，搁去行的。这是赞美，咱要请本堂圣歌队，因今仔日要吟的诗歌，你是信实的上帝。
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咱永远的石盘。伊引带我就拢无惊；伊的手轻轻牵我，永远无放杀我。多谢圣歌队将水的诗歌献予咱天顶的天父。煞接正道，咱要请郭牧师来正道。今仔日题目是治水的成就。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大先感谢上帝的带领甲安排，互我今主日会通甲干道教会圣歌队做伙来到家己的舞会来主持礼拜。感谢郭牧师甲中职的接纳，互阮会通为着教会伫购买牧师馆来到伫树林教会募款。虽然我知影咱教会目前嘛为着兴建教育馆，伫财务上有真大的负担，总是咱教会议员愿意持守，万事三甲来，互听上帝的人会通得到利益，以及圣道所欠缺的就供给伊这款信仰的教导。互咱伫咧同性的大家庭中间，做伙来享受听的内面的交通，这实在是互阮的教会感觉真安慰。愿上帝也纪念咱教会伫弱小肢体顶面的慷慨。会记去年嘛是伫6月份，就是6月初1，我有甲本会阮家己教会的圣歌队去到伫高雄鼓山教会，这是我头一间服侍的教会。我神学院毕业了后，就伫遐服侍7年。阮转去到伫即个教会来募款。迄时阵，我有甲鼓山教会兄弟姊妹讲，我有一款回娘家的感觉，我敢若转去到伫后头厝的迄个感受。伫礼拜中间，我看见每一位兄弟姊妹，大家拢真明晰，迄感受真亲切。好像我今日转来到伫树林教会共款，拄则顶一场欢喜礼拜，我无即款的感受，因为有9成我拢无熟悉，但是伫台语礼拜中间，真正是看见有侪侪遮长辈，拢自细汉看我大汉的，所以。我无讲我转来树林教会，叫做回娘家。我转去鼓山教会，会讲回娘家，原因是因为我目中的养成是伫鼓山教会。伫遐7年的时间，我对我的主任牧师来学习怎样牧会，所以我转去到鼓山教会，好亲像是回娘家。所以伫迄所在，我面皮真厚，我就甲因讲我是查某囝贼啦，我转来后头厝是要来偷摕一寡命转去果然，大家拢将我看做是嫁出去的查某囝共款，对我有真好的款待甲照顾。总是今日转来到伫树林教会，我袂当讲这个所在叫做后头厝我不称它为娘家，我称伊做是老爸的厝，老爸的厝，因为这个所在是我信仰养成的基地。是陪伴我大汉的故乡，也是激发我献身来成做传教者的前哨站。这个所在，互我的感受就好亲像马偕牧师伊所写迄首诗歌最后的客家所讲的一段话。而且伊讲：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我改做我专心所疼惜的树林，我一生的欢喜拢伫遮。我心袂通挂离的台湾，我心袂通挂离的树林我一生的快乐拢伫遮。所以今日我并不是想要转来到伫老爸的厝来分财产伫路加福音迄个大汉囝甲细汉囝，迄个细汉囝讲要甲老爸分财产我毋是要转来分财产才转来募款，实在是因为。
这个所在是我专心所疼惜，我无度挂念的故乡。也会记得这个讲台，我细汉时阵定定爬起来，总是咧长老叫落去，叫落去骂。迄讲台顶来当去哩自细汉甲玲玲的弟弟甲信德做迄落做顽皮，拢安尼伫教会内底车步兵走来走去所以伫这个所在感受到迄个感情，所以期待今日伫遮的分享，也会通互咱的兄弟姊妹得到真大的鼓励甲帮助，相时也会通继续来关心阮干道教会这个购买牧师馆贷款的这个事工，咱只是当心来祈祷。亲爱的圣神，阮这时阵欢迎你来到伫阮大会中间，求你拍开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会通领受你的话语，拍开阮的耳孔，互阮会通明白你的真理。求圣神伫阮的中间，使到你的感动，互阮知影你的心意。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士师记，我相信大家对士师并无真生分。以色列士师的时代，伊是接续伫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尾后伊就发生士师记的这个时代所拄到的代志。所以咱看士师记一开始的记载，会通知影自从约书亚死了后，以色列通讲是群龙无首，无一个领袖来带领以色列人。所以因开始伫遐求问上帝讲，就爱倒一个支派来成做迄个领袖，带领以色列人来甲迦南地遮个百姓征战。伫经文中间有讲起，当迄个新的世代。以色列人兴起了后，因就开始惊上帝目睭中看做是歹的代志，因咧敬拜迦南地的巴力神，因为因毋知影上帝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代志，所以上帝就将以色列人交伫因四周围救仇的手中，因无法度甲遮的救仇来对抗。无法度伫因的面前徛在。若是要讲以色列人是一个真容易放袂记就是健忘咱即马讲迄个失智症可能以色列人迄阵就有因真容易放袂记的，也真容易忘恩背义。因是即款的民族，咱安尼讲其实袂真超过。自从因离开埃及来到伫西奈旷野的时阵，咱看见即群百姓。开始伫遐埋怨上帝，也埋怨摩西。因迄埋怨的声音袂捌停止。这也是以色列人为什么着爱伫旷野40年遮尔久长的时间，是因为因对上帝真多的埋怨。总是真可惜，咱看约书亚记上落尾，约书亚甲遮个百姓伫遐立约，因一世人拢要。敬拜侍奉上帝，但是到伫士师记一开始，遮个百姓既然安怎袂记得上帝所以经文记载讲，当约书亚甲遐同齐经历上帝行大事的长老嘛接续过身了后，以色列人既然开始敬拜迦南地的偶像，也递到上帝因最多的灾难，过来攻击因，互因。极其艰苦，检察咱会感觉讲，以色列人哪会遮尔无受教？已经有遮尔多头前的例来成做一个照镜，为什么因一直咧行回头的路看起来以色列人毋若是有迄个健忘的习性，另外就是讲因无做好迄个信仰传承的工作。拄则讲，伫约书亚记上落尾，约书亚甲遮个百姓伫遐立约，因采一粒石头伫遐证明讲，我要一生服侍上帝。但是到伫士师记，当遮
约书亚过身，当遮的长老过身了后，因既然袂记得上帝。摩西伊捌吩咐以色列百姓安尼讲，伊讲以色列啊，你着听耶和华咱的上帝是独一的耶和华，你着尽心尽性、尽心尽性尽力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命令你用的，这的话着记伫你的心，也着用这温群教示你的囝儿。咱来看上尾一句，伊讲着要温群教示囝儿啊。伫箴言中间，智慧的君王所罗门王伊嘛安尼吩咐过讲，伊讲教养囡仔着用合宜的法，就医到老也无歪错。所以对这两段经文中间，咱来看见，迄个信仰传承是真要紧的代志。为什么以色列人无法度继续敬拜上帝？检测甲信仰传承有真大的关系。亲像安尼，各位兄弟姊妹，咱知影信仰的传承，即款的工作，即款的责任，是咱爱对家庭来做起。咱是毋是伫家庭的中间，好好教示咱的囡仔，教示咱的囝儿，着要敬拜上帝，有互因明白福音，互咱千万毋通将信仰传承的工作来放互教会，甚至等互牧师，这是咱每一个家庭的责任。咱着要会记得这两段经文所讲的，着要温群教示你的囝儿。迄教示囝儿是咱听做父母的责任。所以咱看见上帝，伊着照家己所讲的，伊讲万分我的，我要归咎因的罪；万分我的，我要归咎伊的罪。所以咱看见士师记。伫迄个时代中间，上帝开始兴起做迦南地民族来甲以色列百姓做仇敌，一直到因真心转来到伫上帝面前，搁再一摆认罪悔改。上帝伊才找士师，甲即个以色列人做伙去征战，来解救因脱离迄个困苦的日子。就安尼，以色列人会通过一段真太平的日子。总是迄个时间拢无长啊，拢短短的时间。咱会通看见整个士师记的内容真趣味，就是以色列人一直做一项事啊，这项事一直咧反复，好像一个循环呐。因伫遐背叛上帝，然后受上帝的苦楚，最后呼求上帝的解救，然后上帝就找一个士师来甲因解救，最后因过太平的日子一段时间，但是过无偌久，因佫开始背叛上帝。咱看这个循环一直咧士师记的中间，一直咧走，一直加来加去，加来加去，这实在是互咱真学得了解。要哪会安尼？咱看今经文中间，这个基甸，伊是士师时代的第5个士师。迄个时阵，以色列人佫开始惊上帝看做是歹的代志，所以上帝就将因交代伫米甸人的手中。咱看米甸人，咱来看创世纪25章第10有安尼记载，因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是亚伯拉罕佫甲即个基土拉所生的第4个囝。因是一个游牧民族，所以因拢是饲羊啊，像饲这个骆驼等等。上帝将以色列人交代伫即个米甸人的手中。真有意思的是讲，伫整个即个基甸互上帝竞选的过程中间，伊伫无把握，伊家己是互上帝竞选的士师。伊无把握上帝真正要差遣伊啊，所以咱来看即个士师记第6章，就记载，伊就伫遐一直求证据。上帝，你互我看见证据，知影讲我是要互你，要互你差遣出去，互你竞选的一位士师，毋是家己伫遐想啊，家己我想要真做一个士师。第6章，上帝咧竞选即个基甸的时阵，真有意思。
伊伫遐讲你是大气力的勇士，你是大气力的勇士。啊，即个基甸安怎回答上帝？伊讲我是马拉西，迄个上善车的一个家族。阮老爸无钱啊，阮哪有迄个气力会通成做一个士师？无亲像即摆有一个总统候选人，因为是一个企业家，伊真有钱，所以通要出来选总统啊！伊都做善车的，伊要安怎去领导即群百姓？毋然呢，咱会看见基甸伊是一个真小胆的人。当上帝吩咐伊去拆毁因老爸为着巴力所起的迄个祭坛的时阵，并且将迄祭坛边迄个柴裤红仔来撤掉，然后将这个物件摕去起上帝的祭坛，然后伫顶悬献祭的时阵，基甸毋是家己去做这项事，伊是吩咐10个人、10个奴仆去做这项事，也为着要避免讲，互人看见伊咧做这项事，伊就安怎暗时偷偷啊去做这项事。所以咱看见基甸真正是真小胆，胆小鬼啊！伊毋敢照上帝心意，上帝是吩咐伊去做这个代志，但是伊吩咐10个奴仆去做这个代志。上帝爱伊伫日时，互众人看见的时阵去做这项事，但是伊暗时偷偷啊去做这项事。也当众人发现讲是基甸将这个巴力的祭坛拆毁了后，准备要将伊抓来兴师问罪。总是基甸的老爸出来出声啦，基甸老爸出来讲，你应该叫巴力家己来伸冤啦，若是伊是真正的神，伊会家己讲话。咱看见基甸老爸出来替基甸讲话，煞互即个代志会通平安来落幕。对安尼，咱知影基甸伊绝对毋是一个大气力的勇士。虽然安尼，上帝愿意来使用基甸，目的是为了要基甸甲以色列百姓知影，以色列历史的顶面每一场战事拢是上帝替因来征战。以色列所有因历史上每一场战事拢是上帝在替因征战，毋是因为有偌精良的武器，毋是因为因有偌高超的即个战术。咱若看出埃及记一开始的记载，知影讲，当即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了后，因所拄到的头一个战术是啥物？就是甲埃及军兵啊，伊毋是有埃及的这兵伫遐约到伫红海的所在，上帝互因行过去，然后这个军兵拢安怎？互大水淹去。过来，伫即个旷野中间，因甲阿玛尼人咧相战，互因敢有，因是用相反的方法，是摩西咧祈祷尾后摩西祈祷甲手无力，即个亚伦甲互尼将伊的手举悬，因才杀赢即个战士。然后因要进入到伫迦南地时，约书亚是带领一顶祭司伫头前。因安怎去攻打耶利哥城、西城啦，拢总洗7天，前6天洗1轮，到第7天洗7轮，然后分扫角，因就杀赢，迄城都迄个城墙就崩去，你真有意思啊！因拢不用费一兵一卒，就会通杀赢即个战士。这绝对毋是讲因偌敖啊，是因为上帝替因征战。虽然看今日经文中间即个战事，就是以色列人甲缅甸人的战事，嘛是上帝搁再一摆要提醒，是上帝替因咧征战。咱来看今日经文所读的19节到第25节中间有，知影讲因是摕啥物去相战？摕扫角、摕红仔，敢有人摕即个物件去相战的？大神互人杀死嘛？伊摕扫角甲红仔去相战，既然杀赢，你真有意思。我感上帝真爱讲耍笑用一寡奇奇怪怪的方式，互咱去经验讲伊的权能。
所以咱看经文中间上帝安尼吩咐基甸，伊讲：我用米甸交伫百姓的手，毋辜对你的人甚多。惊了以色列人对伫我来家己夸口，讲是我家己的手救我。上帝伫遐吩咐讲：人伤济啊，人伤济啊！因原本有偌侪人要甲米甸人相战，23000啊。尾后上帝讲伤济啊，有22000人就先离开，剩1万人。上帝讲伤济啊，尾后敢若选300个，300个人要去甲一阵敢若草莓啊遮尔多的军队，亲像海边的山遮尔多的军队要去相战，哪有可能赢？人配一个喙烂就甲你淹死啊，哪有可能？你要搁摕即个翁仔甲即个扫角去甲人相战，迄无可能会赢。所以咱会通看见，这绝对毋是人的手所做会到的代志。以色列人原本32000人，尾后剩300个人，这绝对毋是用人的手所做会到的代志，是上帝替因在征战。所以上帝对基甸安尼讲，伊讲我要用纳水这300个人，这300个人来救恁，将米甸人交伫恁的手中。最后，因真正赚赢这个战书，这是互咱真恶得想象的代志。好像先知撒加利亚伊安尼讲，伊讲毋是用势力、权势，毋是用能力，就是用我的神，用上帝的神才会通成就万件事。也伫诗篇127篇第1节，最死的人嘛安尼讲，伊讲厝体若毋是耶和华起造，起造伊的人就空空着活；城池若毋是耶和华固守，就固守伊的人空空惊醒。兄弟姊妹，咱对基甸带领以色列人甲米甸伫遐征战的故事，互咱清楚搁再一摆看见是甚物人在成就，是甚物人在成就这场无可能的战事，就是万军的耶和华，伊才有可能来做这项事。也亲像安尼，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咱每一场的战事，嘛是上帝在替咱征战。只要咱专心信靠伊，掠伊做咱的元帅，无论迄个受敌的数目有偌济，亲像草莓啊遮济，嘛无要紧。迄个任务有偌艰难，上帝拢要互咱看见迄个真恶得想象的神迹奇事发现，因为伊就是一位行奇事的上帝。刚才咱有发现，这个以少数去赚赢侪人，以寡击众，搁用这个精良的勇士去出征，用一直以来拢是上帝的军队的战略。免得讲，这个人伫咧参与战事的过程中间，因伫遐夸口，讲是阮赚赢的。上帝拢用真少数去赚赢多数，目的是要互咱看见是上帝在出手。当我回顾我来到伫干道教会将近6年的时间，我应该是甲柯牧师是同班同学哦，因为阮是2013年7月就任的，我甲柯牧师是同班同学。来到伫干道教会差不多6年的这时间，教会兄弟姊妹一直咧经历上帝为着阮成就大事这款的神迹奇事。6年前，教会同工伫遐思考，因为教会的空间使用已经无够啊。以前牧师馆是踮伫教会的2楼，为着要互迄个空间搁较侪会通使用，所以就决定要来购买牧师馆。在经过和会同意了后，就决定来购买牧师馆。总共是1189万。现在是咱去教育馆的1/10尔。咱教育馆应该
听阮爸爸讲，一定1外啦吼，啊，毋知1甲偌济，我毋知影吼。啊，伫咧扣除教会原本建堂基金，吼，伫扣掉了后，阮要需要银行来贷款600万，并且阮是计划要用7年的时间，将即个贷款来还了。总是阮实际的做法是每1年还60万啦。阮实际做法是安尼啦。所以讲应该是爱10年才还得了。但是阮的计划是用7年的时间，就是顶半年阮还30万，下半年还30万，1年还60万，即款的方式。就安尼，阮就开始鼓励兄弟姊妹用零管的方式。零管方式，阮用每半年为图书馆奉献，每一个人奉献2000块啊，每一口每一个人奉献2000块，即款的方式来鼓励兄弟姊妹为图书馆贷款奉献。另外，阮也提供小猪铺满，就是即只，拢总有3款色，有蓝色、红色甲柑仔色，咱兄弟姊妹若是感觉恁有感动，想要替干道教会奉献，欢迎恁来索取。我敢若3只，一只蓝色，一只红色，甲一只柑仔色，较等下礼拜会通向我索取阮用这个现小猪铺满，阮每1年的5月甲11月有2摆现小猪季的方式，来行这个图书馆贷款。虽然这个奉献的数额，数额是无多啊，但是是代表阮全体兄弟姊妹愿意共体时间呐，这款的信心操练，虽然少，但是累积起来嘛是多啦，话虽然安尼讲，每1年只要到6月甲12月，安尼调开小会时阵，阮的财务长老就会开始甲牧师讲，阮牧师迄个即马要还30万，但是佫欠偌济啊这是阮逐年拢上演的戏码啦就是到6月甲12月开小会时阵，财务长老就会开始烦恼，头壳摸咧烧，来报告讲佫欠偌济钱。请牧师伫咧礼拜报告的时阵，佫鼓励兄弟姊妹为着牧师馆来奉献。所以每半年都爱上演这个爱去倾30万来还银行的戏码，到呾嘛是安尼。但是真有意思的就是讲，每一摆阮伫咧还这个30万的期限进前，忽然间有人奉献一笔钱入来，然后阮就会通顺利去还这30万。毋但会通顺利还30万，并且佫较加，佫较加。所以照阮的期待，7年要将600万还好了，其实是到明年嘛，阮按算明年就要还了。所以这是阮的计划中，阮无法度去想象的，上帝所供应的，哪会遮尔丰富、够也完应，甚至有剩啊！为着无要互教会兄弟姊妹伫咧牧师馆贷款这样事有伤多的负担，所以3年前圣歌队开始计划前往熟悉的教会来去献施募款。所谓的认识的熟识的就是有关系的3年前阮去中立教会中立教会是因为我太太伊的阿叔伫遐，陈克安牧师伫遐牧会，所以也是有关系旧年去高山教会是因为我有7年的时间伫遐牧会，所以嘛是有关系今日转来到树林教会嘛是有关系的所以讲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啦阮无特别讲要去到各教会去募款，因为阮知影中会规定是牧师馆无法度募款要牧师馆是无法度去对外募款。所以，阮只有是讲靠一寡关系去找熟悉的教会，来去募款。就安尼，阮就去到2间教会，
感谢上帝，互属灵教会愿意接纳阮，平平拢是基督的肢体。伫阮的软弱顶面，会通提供帮赞，来实践主耶稣所讲的，互人的比甲人提较福气即款的教导。最开始我拄则有讲，咱教会嘛是为着教育馆，即个事嘛有真大的负担，所以嘛毋敢讲开喙甲咱教会讨偌济啦我相信，咱的确我相信阮的教会因为有遮教会的协助，阮真紧就会通将遮贷款还了。还了的目的是，阮通进行后一个事工因为即几年来为着牧师馆贷款的这个代志，其实阮有做事工，阮拢毋敢做，惊无钱通做。甚至阮前几年的经商费嘛是头壳摸咧烧，但是阮一直有信心讲，上帝予阮偌济，阮就会通做偌济所以阮毋免去勉强毋免去勉强。我相信，真紧阮牧师馆贷款的事工就会通结束，然后阮要进行后一个事工。阮后一个事工是期待要做长照2.0，但是阮需要另外一笔经费。虽然通甲政府申请补助，但是教会内底嘛是需要有经费才法度去做事工。坦白讲，确定教会也是讲改建礼拜堂即款的事工，对目前也是教会来讲是真正是吃力不讨好啦。啥人讲吃力不讨好？检在这是长老教会一款魔咒，也是传统什么款的魔咒甲传统？就是迄个扩建改建进程会友的离开我不玩了就是造成教会为着扩建来改建有真大的负担然后扩建改建了后牧师就要移动因为已经招了许多人了所以就要离开就我了解有足侪教会拢安尼。当迄个教会建堂了，牧师伊嘛离开总是咱拢无期待看到讲教育馆起好什么人离开牧师馆贷款还了什么人离开，咱无期待看到的是即款的代志。咱所期待看到的是啥物？是咱共同伫即个所在继续打拼下去虽然咱无去避免即款的问题，就是我拄则讲即个即个啥物魔咒甲传统，但是只要咱遮愿意继续留伫教会的兄弟姊妹，咱齐心努力，我相信更较大的困难，上帝拢会替咱来化解，因为上帝是亲身踮伫即个战事中间，伊诚做咱的元帅，是上帝的战争，毋是咱的战争。亲像今日经文中间所讲的这300壮士同款，当因愿意军队上帝所竞选的士师基甸去为上帝征战的时阵，上帝就用迄个超自然的能力来杀赢以色列的对敌，互咱知影是上帝在掌权，是上帝在成就。当这300壮士去甲米甸人，因的迄个营地的时阵，因伫遐喊什么？上帝用耶和华甲基甸的刀意思是啥？就是上帝在征战，毋是因要做什么款的代志。所以，咱看见这个战事无一项毋是上帝在成就，包括咱教会各种的事工，嘛拢是上帝的战事。弟兄姊妹，既然教会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设立的，要伫世界中间来见证伊的恩典，要互咱拢成做耶稣基督的记号。为安尼，伊一定袂互咱伫咧拄着大患难的时阵，咱伫遐孤军奋战。的确着要兴起大溃烂的勇士，替咱征战到底落尾。
虽然上帝是咱的元帅，是成就万事的主宰者，但是伊嘛期待属于伊的百姓会通彼此连结，互相来扶持，毋是目睭金金看到咱的兄弟姊妹伫个极大的艰难困苦中间。好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讲一个肢体若受苦，百体就同受苦；一个肢体若得到阳光，百体拢一同快乐。上要紧的是，无论咱伫咧面对各种的困难，绝对袂当有伤过多的忧愁。咱着爱用祈祷来超找出路。好亲像保罗先生的劝勉讲：一切无得看路，独独万事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咧伫上帝，就上帝的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袂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灵的念头，这是阮继续咧经历的信仰路程。阮用祈祷，要互无输管贷款的代志顺利来完成。阮用祈祷，要阁继续后一个目标。这是一个信心的路程。这时我要邀请干道教会信歌队来见证这项事。阮是用信心来行，凭信心来行，无凭所看。受至圣光明引带，一步一步路就明。主的圣神伫咱头前，我要跟对主带路。因我知凭信心来行，就会行正路。无凭所看，幸可迄位我看袂到的，伊深知我一切。大牧者温柔引带，我主的圣神担棍我，我要跟对主带路。因为主真光带我，当我凭信心来行，无凭所看。
信心来行，这是阮所信靠的。而且也搁再一摆来鼓励咱兄弟姊妹，咱手中若有摕到这奉献袋啊，会当凭咱的感动，咱为着干道教会牧师馆的事工来奉献。相时也继续替阮来祈祷，互阮一个贷款的这个事工会通尽早落幕，通继续后一个事工。当然伫这个集体三夫妻的过程中间，阮也会替树林教会的兴建教育馆来祈祷。伫个代祷的中间，我们咱同齐要看见上帝国伫逐所在兴起，互福音会通到伫大家乐。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知影你伫阮头前带路，你是阮的牧者，阮就无地够欠缺。主，阮知影教会是奉你的名所设立的，伫逐所在为主见证发光，是为着要得到更较侪人的灵魂。主也为着教会事工，阮需要有经费继续来推动。拢是阮知，阮的能力有限，阮只有恳求上帝，你加添教业稳定，互阮会通教业用，也帮助阮当信的兄弟姊妹，阮会通秉持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互人会比甲人摕搁较有福气即款的信仰教导，阮愿意互相来支持，彼此帮衬，因为一个体若受苦，就百体同受苦；一个体若快乐，就百体拢会通同欢喜。祝阮伫这中间看见，阮教会无论伫什么款的阶段，拢有无共款的需要，总是因为阮愿意互相来连结，彼此来扶持的时阵，我们看见上帝你替阮来征战。因为阮知影，这是上帝的战士。上帝，你的确要兴起军兵来杀赢一切的仇敌，互阮知影，阮着爱搁较倚靠你来行头前的路站。因为这是信心的旅程，阮要凭信心来行。主帮助阮，会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无论阮徛起伫什么所在，在聚会。来侍奉的时阵，阮相信上帝你的圣神，拢要来帮助阮，互阮继续伫这中间看见上帝所要成就迄个奇妙的大事。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来吟回应的诗歌，圣诗552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吟全首，请咱起立来吟。来
弟姊妹，请坐。请咱备万心来奉献。奉献的时，请咱唱奉献的诗歌，献做偌济，我的钱源献予你。我亲像你心是地高万岁，我主我的王，你大尊名，奉献我有的罪。耶稣主耶稣，献我一生给你。请起立。兄弟姊妹，请坐。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咱周报第一面，就是诗篇127篇第1节。我读一摆，咱线接来读2摆。诗篇127篇第1节：厝体若毋是耶和华去做，去做伊的人就空空着活。城池若毋是耶和华固守，就固守的人空空惊醒。请咱来读2摆。诗篇127篇第1节：厝体若毋是耶和华去做，去做伊的人就空空着活。城池若毋是耶和华固守，就固守的人空空惊醒。诗篇127篇第1节：厝底若毋是耶和华去做，去做伊的人就空空着活。城池若毋是耶和华固守，就固守的人空空惊醒。愿上帝的话刻条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线接欢迎报告，首先咱来欢迎郭牧师，甲咱这个关渡教会圣歌队请咱起立，互咱来鼓掌。郭牧师是咱郭长老的第2公主细汉就直接大汉咱有第1摆来树林教会的朋友无？请若有，请你起立，互阮来甲你欢迎，有无？若无
西苑长老的哥哥了哈，对美国回来啊，拍摄不看到你，欢迎欢迎。好，咱来关心教会圣工。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本礼拜事工。后礼拜主日举行国内外第选册献礼。7月风声人生会当到招待岛还是办公室买？2019甲京剧有约，准备进入利未记，邀请兄弟踊跃参与，请为国内外服务福音队带导甲奉献。以下是下半年度献礼典的时间，若有要洗礼，请往办公室报名登记洗礼学道班。6月27号暗时7点，树林国中的管弦乐团伫礼拜堂举行音乐会，欢迎兄弟参加。6月24号早起10点，少年团契伫礼拜堂练诗歌，准备6月30的献诗。7月1号，少年团契举行例会，以下是聚会内容，欢迎踊跃参加。7月26到27号，袋鼠爸妈小组前往淡水举办妈妈必进之旅，欢迎厝内有各中以下囡仔的妈妈报名参加。8月2号到4号，本会伙伴教会牧林教会举办牧林文化体验营，欢迎兄弟姊妹伫6月30以前报名参加。详细情形请问办公室，也是青少年团契同工。教育馆景观工程佮内部设备装潢的联合项目，肯伫招待岛，欢迎兄弟联合。以下是教育馆兴建工程的进度，请带导佮奉献。杨晴妹丢落的父亲杨三星兄弟，伫6月8号早起安息主怀，6月27号早起10点半，伫第2殡仪馆举行告别礼拜。若要前往参加告别礼拜的兄弟，请伫招待岛登记。请继续为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代祷，愿上帝安慰甲医治。一点补充报告。杨碧美老师的妈妈杨罗兰乡姊妹伫6月15安息主怀，请为遗族来关心甲代祷。下面讲到时间，咱要请这郭牧师来主持。咱有2项事要来公道。第一项为着教会7区牧养事工，甲各牧区长级祈祷。求主带领，互长级成做上帝羊群的守望带导者，并且教导咱领受合一的异象。第二是为着咱政府的掌管者带导，求主赏赐智慧甲灵敏的心，互因成做上帝忠心的管家，互全国人民、政府官员同心，实践行公义、审尽人民的功课。咱即时就起立，咱为着这2项事来公道。主，阮伫你面前，搁再一摆，为着教会阮的牧区来祈祷，因为你设立这个牧区，要互阮中级会通尽阮的本分来起做整个教会的事工。主帮助，互这牧区的每一位兄弟姊妹伫这中间，会通领受好的牧养。主要为着阮国家的领袖来祈祷，主求你互因有谦卑的心，愿意来行公义。互因也会通体贴百姓的需要，因疼心来疼惜这个台湾，主互阮伫这中间，因为这执政者，阮通照伫上帝你的公义来掌管着你的时阵，阮看见上帝国在这个实现伫阮的中间。主上帝，阮特别将阮所需要的摆在你面前，阮教会。这个牧区需要上帝你的圣手继续来扶持带领，
也互阮通过牧区的牧养，阮兄弟姊妹的灵命会通继续进步成长，也为着阮国家领袖来祈祷。主求你，互因有智慧，互因知影什么代志是通做，什么是毋通做，什么是上帝的公义，什么是上帝所喜爱的。主帮助这领袖用谦卑的心来听见百姓的需要，也毋是照个人的需要来管理这个国家。主帮助阮，互阮相信，若上帝在掌权，就上帝你的国度。会通早一日临到伫阮中间，互阮遮的领袖拢有通持守这款的心。阮伫你面前安尼拜列祈祷感谢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来吟上言圣诗403首，主找见我，吟诗说，请牧师来祝祷。主找见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相通的感动，甲恁众人常常三甲伫地，对这事直到主过来。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咱今仔日的敬拜到这结束，请默祷散会。